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21号礼拜5的中嘉台电新闻。首先来关心，位伫咱安南区公下路有一寡都市计划农地甲气温，因为当年被乱倒，或者是掩埋大量建筑废弃物，甚至非法乌白烧，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等等，拢无处理，相当痛心。所以台南市环保联盟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严格处理。这一张一张由环保联盟所提供的相片，看出来，不管是气温或者是农地，拢被倒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甲帆毛，而且现场嘛有大型的吊车吊挂。台南市环保联盟理事长黄安调表示，因为该案已经存在了真久，经过地方侪间的反映，上午也是环保局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一定要严格把关。农地农用生哦，过去煞甲倒这物件、囤这物件，这大块废水，这是有做建筑剩余啦吼，啊，一部分迄个板模吼，板模做废弃物吼，甲因代志内底面，我感觉讲非常不当啦吼，非常不当。伊这物件，假设讲农地农用这物件，假设你若要改变吼土地使用方式吼，你本身嘛是要申请啊。但是呢，伊回填这物件是毋是长期性的项目有符合？我感觉讲这非常质疑啊！是毋是会承担的相关主管机关，不一定是环保局啦其他的都发局、甲政法局相关主管机关，因是毋是有尽到稽查以及稽核监督的责任我感觉这说来话非常觉得非常疑问啦对此，环保局客查检验科表示，现场提供的5个处长，环保局已经查出3个，而且嘛依法来办理。今天那些照片中，大概有3件都目前有涉及到刑责，有把它移送，有2件有移送法办，其实都移送给地检署移办当中。其实我们台南市针对一些废弃物，我们有一些环境警联盟，还有透过一些 GPS 的查器啊，还有其实我们一直很努力在查缉这些违法的情事，因为市长黄委长黄市长其实一直督促环保单位、环保局啦，还希望跟一些志工们合作，然后针对违法查缉，就是勤查重罚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有照片中有提供5个案件，有3个案件都算在列管当中，2个案件我们目前已经派稽查员去现场查缉当中。环保联盟理事长黄安调强调，因为该地点拢是私人的土地加气温，而且放的拢是一寡应建的废料加帆毛顶，是毋是有清理计划书或者是清运的3联单等？环保联盟嘛要求市府、农业、经发加地政等单位要介入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但市政府对去年12月中旬，甲国内7大购物网站的平台合作，建立专属于咱台南的农产专区，同步精选30项的产品上架来卖。农局表示，到今年1月底，短短1个半月，就卖出超过28000件的产品，创下446万的业绩。对此，市府特别举办新歌发表，并且当场举办摸彩，要来回馈消费者。由市府农业局举办台南农产专区电商平台网络特别新歌发表，一方面除了感谢消费者对台南农产品的支持，在去年12月13到今年1月31，短短1个半月，总共销售28638件的产品，金额高达446万。面对目前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希望能够更加带动网络购物的形态。不要说我们电脑别让滚头刀，电脑是会很不仅会滚头刀，而且它会卖我们的农产品。许多感谢许多来自各地的好朋友能够热爱采用我们的台南的农产品。现在碰到了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所以说在防疫期间平常就已经电商已经很热了，在防疫期间，我相信更多宅经济、更多好朋友希望能够动动你的食指，能够
这个爱用我们的优质的这个农产品。7大电商包括 PC Home、某某、雅虎、加东森购物等，其中嘛有台南在地爱上新鲜的执行长张佑成，嘛亲自出席，感谢市府提供台南上好、上优质的农产品的品质保证。感谢台南市政府跟台南市农业局愿意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各间电商平台有机会一起共襄盛举，去推广台南市的农产品。那就像刚刚市长讲的，我是台南子弟，所以我对于可以帮助自己的故乡去推广农特产品，是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感觉到饮水思源的重要性。那这一次，我们其实过去有卖过很多的农特产品，但我们发现这一次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台南市政府跟市长的大力的推荐跟推销，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卖农产品的数据比以往高出了至少2倍以上。新歌的发表现场嘛，抽出活动期间，只要伫个台南专区来消费，就会抽到台南价庄12项的上大礼，以及3位价庄6项的好礼等。主办单位当时嘛预告台南旺来季将要来临，民众只要伫个3月底以后，拢会用个透过台南农产运销公司、关庙农会、邮政商城，或者是电商平台来预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这些民众抢买防疫物资，对出咱在地饮料品牌甲精品项目业者嘛共同加入防疫行列。对20号连续3天，会伫指定的门市提供同款会当达到杀菌效果的消毒液，免费予民众来使用。桌顶一大桶的二氧化氯，就是即间饮料业者甲餐饮业者共同提供的消毒液。为了甲民众共同对抗武汉肺炎的威胁，企业也主动提供了防疫物资。民众会使伫全台湾米克下的36间指定门市，甲探索马里的7间门市来领取。业者也是希望甲民众共同来做好防疫工作。我们这次主要是为期3天，然后总共从北到南总共有36间店，然后每天的话就是有100人次，然后可以拿瓶子的部分来装200ml的部分，然后我们会做这个的部分，主要是近期在抗疫的部分，我们想针对附近的消费者或者是一些居民的部分，提供一个可以做一个杀菌的提供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们门店本身就已经在使用次氯酸水，那刚好次氯酸水的厂商的部分，因为近期大家对次氯酸的原液的部分抢购比较多，所以我们在紧急找了一个二氧化氯的部分。那二氧化氯其实它跟次氯酸水的功用其实是雷同的，而且它在2011年的时候也有经过卫福部有推荐成为一个杀菌的一个使用的部分，这样，那所以才希望把这个活动提早进行出来。那另外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也会为期，我们还有次氯酸的第2个抗菌的一个发放液给消费者的部分，这样。民众只要家己准备清气袂透光的管仔，就会使免费装200ml。同时业者也咧准备平常时因门市咧消毒使用的次氯酸水，将要伫3月份的时阵进口，到时阵将会规划免费提供予民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开始因为疫情酒精买无，所以用来消毒的次氯酸水等产品嘛对咧流行，甚至侪企业团体个免费提供。不过因为有诶个讲到会当作为食品的清洁。所以卫生局才提醒大家，这类清洗的消毒品，要使用之前要注意使用的方式，避免当中氯的量会留伫食品顶面，影响身体健康。虽然这团体开伫做公益心，关键次氯酸水或者是二氧化氯等杀菌剂，免费来提供予买无酒精的民众，甚至会当用来清洁食物。不过，市府卫生局却提醒，虽然当使用这类来消毒食品的外包装甲器具，不过依照相关卫生标准，氯的含量要伫200 ppm， 所以一旦使用要注意避免有氯留伫顶面，所以并无建议来喷手来喷食品。像这种次氯酸水，我们的法规面那个氯的残留量只能在1 ppm， 就1/1000而已。那你如果用一般现在市面上很夯的那种什么次氯酸水，它大概是30到80 ppm。你若讲摕来洗水果，洗了以后，你是爱用枪，还要再把清水让上面把这一些氯把它冲掉。其实我要跟各位讲最好的洗这些蔬菜水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大量的清水，而且如果方便的话，用温温的水，因为有一些细菌或什么它是
不太耐热的，你像温水稍微先给它冲掉以后，可以降低这上面的那种微生物的量，还有甚至于农药的量也都可以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虽然卫生局公开无建议使用，不过民众就是买无酒精，所以嘛特别喜欢用49块所买漂白水，只要用0.8分满的挂，加入2公升的水，到500 ppm 的消毒水通用，效果有效。如果说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疫情期间，我们要强力消毒的话，要500到1000 ppm 消毒一下，说你握到的门把，甚至于你的电脑的键盘。这些大家常常摸，还有电话啊，家用电话的那个，一般我们的话筒，真的都需要这样子来擦拭消毒哈。那500 ppm 是比较高浓度的，原则上我建议先大家口罩戴着，手套戴着以后来泡，照着这个消毒水上面的一个说明，啊，那个浓度泡起来才会对哈。会中卫生局进一步强调，相关杀菌剂内用袂完，嘛袂当人做伙，怕要引起无必要化学反应的伤害。今日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新气温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好，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台南作为热林城市，太阳能板的运用嘛愈来愈普遍，不过相关的保养甲清洁嘛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太阳能业者嘛开始甲无人发电机的厂商配合，运用无人发电机来检查伫厝尾顶的太阳能板省时个成功。而在下晡，市府嘛举办示范记者会，市长委托对了肯定业者的付出，嘛期待未来会当扩大运用范围。台南拥有全台湾上长的日照时间，对此太阳能发电已经成为台南再生能源的重要选择之一。但其中太阳能所使用的太阳能板的维护甲清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以市府周边的太阳能板为例，传统人工巡视到有破损，大约需要1点钟；但如果是使用无人机，大约只需要10分钟。同时，还可会使透过热像仪来快速判断太阳能板的状况。对此，无人机的使用也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关键。市长委托也特别感谢两间公司的协助，也期待无人机未来的使用会使扩大到更较侪的面向。其实许多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了。那今天刚好这个台南市，我们有许多这个太阳能面板，不管是架设在屋顶的，或是平面型的，
事实上它都有一定需要定期的清洗，哦，那清洗当然是用清水的清洗，那人工有时候爬高，哦，有一定的危险性，哦，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方式，用无人机试行用无人机的方式来做一个清洗的动作，所以非常感谢经纬公司我们的罗董事长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相信这样的用途应该是非常非常广的。那台南市一直是我们的这个绿能城市，那所以说针对绿能的设备，一方面我们要展现这个的这个方便性，一方面展现它的安全性，更展现它是用清水可以清洗的。所以面对什么用药水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假讯息、假谣言，我们觉得其实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市长也要求其他的政府单位应该扩大无人机的使用，同时也建立种子教官，培训家己的人才，唔但会使协助市府管理更加有效、更加快速，也会使让台南成为全国重要的 AI 无人载具的试验场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这个大型活动拢被迫取消。不过，这几天这个庙宇拢相关的发挥，希望借此消灾祈安。其中位于安南区的普华德这是今日一度佛诞祝寿典礼，23号礼拜嘛将照常举行。上午一透早，庙方就开始专门进行环境的消毒，为防疫做万全准备。普华德这是伫2月23日，今日一度济公佛诞的寿典，虽然拄着武汉肺炎疫情，不过徛伫宗教安定民心、稳定社会力量。9点开始拜寿大典，依然照常举办，只是后续学生演出、中医义诊甲亲子趣味活动被迫取消。伊咱看到庙方对21号8点开始就进行全面的消毒甲清洁。以欢喜心来迎接到时，将近有3000位的十方信众。上安南区长叶志明嘛专工到场关心相关的防疫工作，替庙方加油打气。礼拜日就是咱普华道济寺的祝寿的大典当天会有很多的信众来到现场。那么我们普华道济寺的庄永长庄主委特别的关心那透过我们公所跟他之间的互相的交换意见。希望能够公私协力来共同来维护我们所有信众，甚至于所有的市民朋友的一个健康那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武汉病毒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各种的传染病都有可能透过旅游而传染到每一个地区。那我们透过这种方式来激起所有的民众跟我们的公司的团体能够共同来面对武汉病毒等等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威胁，让我们建构一个最安全、最健康的一个环境。那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普华道济寺的大家师兄师姐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协助我们敬祝这一次的祝寿大典能够圆满成功，所有的信众、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咱平常时对着这个环境的消毒其实视力都拢不遗余力，因为这是一个众生的道场，来往的人都很多。那明天的祝寿大典咱有一个祈福仪式叫祈安仪式，就是讲有18个瓷器官会上天香请众神、诸天星神来护卫台湾会当无灾无难，互咱这十方善神咱这百姓过一个平安的年。那么当然在防疫内底大家要有共同的心宗教会扮演一个安定人心希望替社会尽一点我们的力量。普华道济寺赞不赞？赞！普华道这是每一档一摆祝寿大典的会场布置，依照上天的降旨来应用无同局势，拢有无同的变化。亲像今年就特别将整合企业所关键的高粱，以强棒初级包装来当作献礼，向前将疫情讲出去。庙方表示，因当天卖做好门禁管制，先互祝寿的信众让体温消毒，尽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台新闻郭文吉和乔芳采访报道。为落实空气安全，市府积极推广民众安装主体型的火灾警报器，并且号召民间共同来关注。就是三重区的山顶诸神爱心会甲在地民资事业，嘛共同关注150个警报器，希望提升三重区弱势家庭的防护能力。
市府这几年拢积极推广民众家中应该安装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也号召企业甲民间团体共同来关注。对此，三重区山顶慈善爱心会甲在地企业明基实业也共同捐赠150个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提供予三重区的民众。20号上午举办捐赠仪式，区长也送上感谢状，感谢企业甲团体的爱心。明基实业董事长也表示，希望透过安尼的捐赠，共同守护民众的安全。即届吼，阮的企业吼，阮明基实业股有限公司伫参加咱三重区即个火灾警报器的捐赠吼，是希望讲咱社区的住户会当咱居住会当做安全吼，所以呼吁大家注重家庭迄个居住的安全环境的维护所以讲阮的企业就本来这个善意吼对咱三重区公所一个赞助呢吼当然同时间阮的企业嘛有过去嘛有捐赠救护车，嘛有对咱消防队遮吼，对咱的社区有一点贡献嘛希望讲咱会当伫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迄个心态吼，来帮助咱一寡社区会当来共同维护咱的环境。即届捐赠的助警器将会优先安装伫独居长辈，也则是弱势家庭的厝内，为因的家长增加一层的保护。非常欢喜吼，非常感谢吼，今仔日有咱在地爱心会，交咱在地企业家吼，咱明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吼，来共同捐献150粒的助警器。今仔日吼，邀请到咱里长啦、邻长吼来在场吼，做这个捐献的仪式。最主要呢，咱希望讲这个助警器呢，会当咱帮忙到咱当中较偏远的所在吼，这长辈，因为伊行动无方便，有当时真正火灾来临的时阵吼，无啥知影吼，所以这助警器安装恁厝内底，会当帮忙到吼，咱这个长辈吼，会当提早发现，赶紧吼来报警，来逃开离现场来保护家己的身体的健康啦吼。借这个机会呢，希望讲吼，咱这邻长回去吼，对咱的社区的宣导。除了保护家己以外，也保护社区的生命安全。所以呢，当遮呢非常感谢到咱两位单位的捐献希望讲借这个机会呢，来呼吁咱的居民呢，对这个火警的知识的防治呢，会来加强来希望讲吼对咱这个社区更加安全。除了弱势家庭以外，这助警器也将会安装伫邻长甲里长的厝内。要透过里长的传播，互更较侪民众来安装，要提升社区的自主防救能力。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分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